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晓得，平台是百花园当中一朵奇葩，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那么江南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平台有独特的魅力。我们来一辈的平台艺术家，对平台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的，所以我们就挑选了一些经典的作品，让我们在当中呢一代的欣赏。首先推出的是蒋玉菡先生的讲点。哎，这讲点呢，这个我是非常欢喜的。那么老实讲，我假使不欢喜讲点，我不会把讲点来是的。一定要说呀。那么这个流派呢是很多，那么是到底哪里个流派顶好？那这个非常难讲。对的。老婆青菜各人所爱。对。不过我讲起来嘛，我欢喜听讲点。这样点四个字，叫不听不议。王老师讲的一点也不错。对。可以讲蒋玉菡先生在平台界当中这个领军性的人物。是的。而这里的艺术地位是无可非议的。面比较广。而这里的代表作是举不胜举。对对。好，我们首先来欣赏里的几头代表作，有美作《欧上人马》单位。北美中足今生归，
神。说不是也许学识我听啊一节金家杨某当亲生失落你走了梦中神不及娘亲你同策孩儿心须知父娘口哪个归说的娘亲啊哪怕你在地脚天涯也要把你娘来信信不到你娘亲我绝不走家门不匆匆十万当去记录呀飘飞比不清跨过北交大门下林汹
你哈哈的，送至我江边上。是蒋玉丽老师从事复旦60周年的主题。哎，王老师啊，这个主题当中蒋老师好像年纪还不小的吧？我记得是94年，蒋老师已经要70多岁了。哟，对对，在领着啊，不容易的。那么你这个音配上了，那一个小伙子，蒋老师抓一种交钢局的了，是吧？这个现在我的3月份出去呀，对，有个一车上才送他们了，已经自家没有车保障了。那么那么音配的那弄半年，结果我们成绩国交就上山上上去。哎呀，是我真是羡慕的，是呀。你干成绩国本是成绩国家上山不了地方。是的。现在看来这个录像当中还不错啊。没好。而且你是音配的呀，对口啊，配合得下去正确。好。年纪这样大呢，这非常清爽。对。我是口是难，为了家，所以没奈何。下他，我想走无你命难为啊，我是张生理应要慎重他像那美表妹为我生日空，他为我来，我为他，哪像我的家不是他的家。我是金花玉相如他，采梅花你如他，一草一木都不差，披披今朝与国际他我够了他难够家，倘若我要够了家，依然难够他。新娘子不是
没路人打我家，我不要他批来他，我要他来我来他。蒋老师呢，对平台的唱腔艺术的发展，他是贡献是非常多的。而这里呢，拥有不满足的，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创新。1952年，中天一定要把华五三海当中啊，有段唱头叫《雷歌年》。但是我觉得这个唱头好像在慢腾腾的个唱呢，这个不符合当时辰光这种情节。所以里头那个节奏啪拉快，实际上一来呢，比这夸张的，这个这样的表演形式也都是一种的。是呀，因为这个内容不一样的。因为那解放旋律了，将来是唱的基本上像是美白，还是美的。那么呢，这个叫吕过年了。那还是讲一直在讲唱了，这个情绪啊，个唱不出去。不对，当时个情绪。那么拍戏呢，一定要改，对。那么就唱夸张点，对。那么随着人成功，也是一个这样的个拼凑出来，这样的。不断个发展，是的。来，我们来听听夸张的白如当中的上金山。是空门，相公许昔日沟口领的清早沟，我西兵最最的人生。10万我许海文，手中的来真家生，以为双亲的下文，我怎能够是空门走了出家生？想娘子受今生啊与愿，打来你3月0分，到那日的我受得几听儿迷，将我儿后去没成病，我们亲生我若难相听，我怎能够是空门走了出家生？大不如冲破袈裟去。
参加杀人犯不能。有啊，哎，但原来还讲将来是年纪大者，不大从事演出辰光，就是经常了做些监狱工作。是的呀，所以全全国一般啊，七世家就是你亲自去监里做这样的，所以你到这个一般唱出来的这样的啊，侪蛮像样的。这个基本功打得非常好，这个就将来是亲自去干的原因。现在讲起来，你都脑子吃得足。是的呀，哎，你都好不吃哦，哎，能够听到将来是亲自的教诲。对个对个对。我看见将来是主席当中有一个女生唱这样的个，我晓得个啊，陆毅我唱个杜十娘。哟，陆月亮男。对个对个。哎，陆毅我唱这样的很有特色个。是呀，李三都是女演员，但是你唱个这样的有你独特的风格。对个。味道非常浓。哎，对，男怕这样的。对个对个。婀娜啊！哎，现在请大家欣赏陆毅我为大家演唱的这样的杜十娘。
也曾有哪里啦？又是个太太。唱个江的杜十娘，刘丽呢也听听江来师一唱个周上书。哎，王老师啊，周上书是江来师个代表作之一，大家在人人好唱个，唱得非常好。那么你个他开始有啥个特点呢？你是对个经济啦，声誉独钟，而且是欢喜供杨派。杨百生，杨派，对对对，哎，所以个你想你俩吸水的是真正的杨的，杨百生的唱腔，哎，那譬如刚才这个一个味好比蛟龙刚吃水了，类似于个像一对真正的吸水不来我们的，啊，比如一个味好比蛟龙。刚吃水，这个句呢，类似于是从单位作家里向我过来。对个，我听 TV 讲过的。对个。当时这边有个三不是唱了嘛，叫归婴儿长了动，
福儿把皇上呀，哎呀，王老师今天唱得来看了。那个李家，不过这样来是个学生子啊，呼吸经济呀。对，这个经济到平台的确是有点相通的啊。对啊，哎，实际上说起来了，你这样来是运用了经济的唱腔，这个唱法。所以你各方面你运用的这个南门音啊、胸腔音啊、共鸣音啊、鼻音啊等等各个技巧相当。而且你这个两句当中了，你从上高音的发到下头咪，相差舌头，没事。实际上一来呢，这个两句一个味一个味呢，就好像两个神佛了，让桌上了像当场呢，就这个了让。各种魅力呢就体现出来了啊！对，这个那个音量呢，还是个有鲜明的对比了。对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请观众朋友来欣赏，接下来是个周上说。归公奉命带兵下到水那孔明在他里面说否一句是大君啊，你此去上沙，莫开情，莫了王中他你美他日之法精通问你的你不能轻掉泪神当日发他被人欺，马不停的声音到那一天，一地上君
涌万海深，野狗儿好似蛟龙，刚出水，野狗儿今日梦后下山林，他们二人杀得风声白，西沙离体于中山，军人关公使用头刀戟，老将军节节奔，不了马飞飞的他分享生人，归公子们叫他调马送来至，到明天风雨也再开兵，老将他须开弓，出风迎，他也的风名到苏神，孩子下令把万众在为失之的开神君吃饭比爱民。黄老师啊，你是将来是个大学生子，所以你很年轻辰光就跟你学平台艺术。听起说将来是年轻辰光爱好非常广泛的啊。是的。来再说实话，你刚讲了。是呀，这将来是个爱好是非常非常广的。你嘛欢喜，顶欢喜是开摩托车。哦。哈嘞。一直是一条马路。这里身体一定很好。好，那么可些辰光我不但你现在不是拼双档嘛，双上子了上嘛，我随手了礼拜的。哦，你这样光的。毕业是吧？那么外语嘛，实际上欢喜唱京剧。啊，对对对。欢喜听，自家会唱，组织票房，而且实际上为这个采唱过来。哦。诸葛亮，空人计，对对，采唱，
在上面原先一做么出洋香，哪了？不是创得不好，创得老好哈。耍个洋香呢，伊是实代的，搿些辰光就是工作人员了。城头浪向分包灯子。要一个大家是吧？不，将来是不是要叫什么浪厂的城头浪向？对。那么500吨零浪厂么在啥厂呢？那么没办法嘛。将来是自家去得凳子，哎呦！那么我都口考就讲，诸葛亮自家得凳子的那边看见，我也出这样一个样子。还是你是还要哎，那么先生我也欢喜听外国音乐。定性上是南低音，宾克劳斯对，搿是先生是非常崇拜的。反正还非常多。另外欢喜足球嘞。足球，对个，你参加过光宇足球的。我看见一张这片，这个球衣，对，光宇2字，神奇得不得了，神奇得不得了，当时的总结了是吧？好得不得了。因为将来是因为兴趣广泛，那么见多识广，是呀，那么努力所看的、听的个、学着个，全部运用在另一个平台艺术当中去，对，使得这艺术呢是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非常丰富。对。这个我们呢就请大家欣赏，将来是辣玉心亭当中的盛放课纲里向一个片段。哩比婆，哎，都是民讲的，是刘讲，记得。跟男女这样空么？男经济不应该空，你不够空。心我那里给打鼓啊，啥个道理有心在看空。而且听听的声音有点少，刘心恩聆听大军声地可有后在马身回来，回去生啊音乐，十百当神不明恩，他的口音恩。好是手举些，经常去下手举。那么呢，手举人得自己上去来，做的不样多上一点别起身。做干副还是你手举不做的，啥个意思？因啊好。须以三皮林，我想此地离手，只得两三弄。看上去的人呢，绝就是此地上水的乡下人。因为我今天下午来，清官才是北方闲话，讲到此地江南，听听上水的闲话，已经道理是手机对。狗儿可生恩人，仿佛相守神。
何事？他父母照样归如分人，单身流落难回去，所以佛口难悟如大惊人。好，观众朋友们，现在这样就是一个周期呢，就大概结束了。明早我们播放的是张继林张老师的周期，希望明早观众朋友继续收看我们的经典妙韵集，和大家再会。再会。